后来继续是民众党的消息，来看蔡壁如要选党主席，最近是动作真多。除了就广播节目，各伫个面册写参选的政见。伊讲伊若当选，将会推动大和解加比2.0，来促进着朝野和解。代理主席黄国昌回应讲，民众党是开大门、行大路的政党，任何策略拢毋是一两个人就会当决定。我想问他200条款，因为这个有关乎于民众党的诚信问题。民众党主席的参选人蔡壁如开嘴就问民众党的代理主席黄国昌，党内2年条款处理的问题，两个人拢要坐党主席的大位，这摆继续伫空中对呛。至于2026年整个大选的策略，恐怕也不是少数的1、2个人自己就可以决定。蔡壁如的动作真多，除了上公布节目，各地面册顶馆提出参选党主席的政见，除了要建构出沟通型的政党，嘛强调为着避免佮限制指控指数若被分裂的地步，要加甲基站和无共意见的人沟通，而且佮在和在野合作迎接2026。那朝野之间紧张的气氛，蔡壁如也认为，若是当选党主席，将要邀请国会其他两党的领袖接力来推动大和解加比2.0。我觉得，身为台湾第3党的一个党主席，我觉得应该可以把各大政党的党主席邀请下来，大家来坐下来，来共同讨论。台湾民众党其实是一个大开大合的政党，我已经说过很多次了，所有的党员跟党内的党公职，大家沟通、交换意见的管道跟平台非常的多。黄国昌一透早就前往党中央开早会，强调民众党是开大门、行大路的政党。蔡壁如、黄国昌两个人竞争党主席，送拢无被扭送。你好，我是宋彦明。想掌握最及时的新闻资讯吗？赶紧订阅、按赞、开启小铃铛，锁定华视新闻 YouTube 频道。